對順德嘅一貫嘅印象都係錦為人先，產業佈局啊、社會治理啊同埋經濟發展方面咧都係最優越嘅，亦都深感到順德嗰啲產業發展一直都行喺全國嘅最前列嘅，必然嘅一個協同同埋融合嘅，因為咧香港佢嘅優勢就在於國際化，金融、航運、貿易都係國際嘅中心嚟嘅，都有先進嘅服務人才，都有廣泛嘅國際網絡。就順德或者我哋大灣區其他城市咧，佢有完整嘅產業鏈，有好強大嘅科研成果轉化嘅優勢，當然亦都係連接中國咁龐大嘅市場係一個樞紐。粵港澳大灣區嘅建設越來越深嘅，肯定兩地之間嘅嗰種協同融合就更加會理想。